哦，正前方有看到那个楼房旁边有那放烟火啊。是哪个村庄的？因为那个北市寮在左边啊，然后过了积水溪就到白河的安溪寮、安 K 寮，可能是安溪寮那边的。哦，经过梅基台风，9月28号梅基台风了。哦，还好，你看这里的稻穗还好。然后受灾损的说要办那个灾损补助呢，每分地补助1600块钱左右，给他们租土地给他们种哦，每一分地收3000块了。在新宁市农会有存折了，那钱就进入存折，然后再向那个佃农减少收那个1600，每分地减少收1600，就这样。